那么就是那他们都是打的人跟被打的都是那么无辜的情况下，那谁才是真正的怎么说呢？那个有道理吗？就或者是不是无辜的吗？这样想的话，那些政治人员呢，就是因贪嗔痴，所以就是有太多的自我感，所谓的我执，而且实践的这种贪知那么就是人就是这样。今天如果是自己要好好的就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和平共处的，能够可以再好好的再生活下去的话，这个地球呢，就是地球上的这些人类，可以在资源也好，各个方面共存在这个地球上的话，就还是够的。不是说地球的资源特别缺，人类就是生活不下去，不是这样。但是人类的贪心跟欲望太高了，那就是主要是那个强者跟弱者，它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已经是变成那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国与国的之间，如果强国在这个地球上活得很好，弱的国家呢，在这个地球上都是会很恶，然后也过得很不好，这种就已经是众生的烦恼跟业力，就是已经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在那些有能力的这些人物，就像那个过去也是一样，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那就是国王都是比较有权力的，比较有能量的。那么今天你遇到一个好的国王，那就是人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安乐的，非常的轻松的。那今天如果是遇到一个不好的国王，那这也是没有办法怪这个国王不好，因为这也是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众生的所有的人类的共同的福报很不好的时候，福报不够的时候，业力很严重的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那个国王呢，就是爆发怎么说呢，战争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如果是没有对外面打仗的情况下，也是对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国民不好的那些国王也是会有嘛，各种各样的自己贪污啊等等各种各样，这里面就是不守法的，然后就特别严重的，这些也是人类的历史上都是有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因为就像那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然后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实践的智慧跟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现在呢，就是在地球上自己本身原有的这个资源也是不满足，然后能够可以在刚刚好的这些生活方式也是不满足，所以呢，就是太大的自我的这种我执跟贪嗔痴，所以造成呢，就世界也不和平，然后就是人类也不平。那么到最后有一天，说不定呢，整个的地球都是可能是整个的地球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话，那也可能是不满意的。所以就从现在开始也是一样的，很多的人类的欲望跟贪心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好像地球根本就不满意，所以就是研究在其他的星球上看有没有办法生存啊，看有没有办法这个星球上有没有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引过来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想法。众生的欲望跟众生的执着，众生的弹性就是这样。所以众生在无数的时间以来，过去在无数的时间以来到一直也是众生不断的在六道当中一直不断的痛苦的原因都是在这样的。那么佛陀呢，就是开发了心理的科学，并不是开发了物质的科学。所以物质的科学如果是算是开发了的情况下，那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嘛。就现在就是人类自己研究，然后已经是可以开发到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怎么说呢，科学啊各个方面的物质的这些水平都已经特别高了，已经是很好。那所以就现在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人类的这个怎么说呢，众生在地球上没有办法共存，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曾经我在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有问我那个时候我的国语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之间沟通也很辛苦。但是他们问我说，那你们好像佛教读书说修菩提心，那如果是所有的人都变成修菩提心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变成菩萨的话，那么在人类的世界怎么办？希望工程啊等等，所有的没有人管嘛，那怎么办呢？一个国家怎么办？整个的人类怎么办？等等。那个时候我也不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特别的让他们听懂这样的道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语言沟通是很有困难的时候。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问题，你有这种问题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是在这个整个的世界变成菩萨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战争，也没有所谓的资源缺少资源啊什么。就是今天你看，就富有的人就是多少的钱，就是贫穷的人呢就是有欠多少的债务，这些都不存在的。所以呢，就是人类的生活是一定是非常美的，非常完美的，人跟人之间都是没有没有什么你我或者是他我等等这种的争夺啊，都没有，都会想到你，所以你自己不需要特别的辛苦，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存啊，为了我自己的这种地位啊，为了我自己的名声啊，为了我自己的金钱啊，为了我自己的亲人啊，为了我自己的家人等等等等，一直不断的我这个都是可以不存在的，可以不存在的情况下，那是一个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就像我们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众生是非常的可怜。那这些这么可怜的所有的众生，我们今天看到人类众生的可怜，但是我还有比这个更可怜的众生在哪里？恶鬼道当中、跟地狱的当中，还有畜生的当中，都有多少的痛苦的众生。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为了所有一切我们的父母亲，要发菩提心，祈祷上师三宝，祈祷所有的传承上师嘛，我们就这样的去。然后前面还有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就是有听课的所需要所具备的一切怎么说呢？那个一切条件那我们就是身苦意集中一止的，然后再清净的。有身语意都是一个清净的一个状态，然后作为能够真正的这个听课的方面，这些都是前面有听课方式都有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嘛。你这些呢，每一堂课的时候都是必须得要自己提醒自己。如果是已经一开始讲到现在已经一段时间了，也许可能是忘记了的话，那是不对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缺点，那自己就是没有认真的部分。那么第一次我们就是想，那么我们听课的需要，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发菩提心众生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听课？我听课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容器？那么身苦意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你忘记了的话，那你这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你必须得要自己去重复的要去看书，然后重新的就是要相当就是在反复的就是要去学习，不然的话你就前面的都忘记了，那继续听课的话也是你前面的都根本就没有去看的情况下，那继续听课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就是短暂性的那种的话，那你随时随地都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变化，所以有可能你不久以后呢，就是也许可能会变成不是佛教徒都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没有坚定性，没有重视性。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时候就所听课的时候，听课的方式等等各种各样，全部都你现在忘得一干二净的情况下那一干二净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意思嘛？忘得干干净净的话，那今天讲的这个，那再认真的听，再认真的讲，也是下礼拜的时候就忘得差不多了。再过了2-3个礼拜到，又是忘的就是一干二净，干干净净。那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用嘛？所以这个呢，就是要重复的，就是自己去要练习，好不好？好。自尊自恋着扛着我